中共病毒不断变异，目前已经有英国、南非、巴西以及印度病毒株在世界各国造成严重疫情。尽管目前已经有疫苗，但疫苗对病毒株的功效引发讨论。病毒超强的变种能力，极有可能摆脱疫苗诱发的保护，让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有再被感染的可能性。中研院团队研发单糖化棘突蛋白疫苗，让疫苗具备应付变种病毒的能力，提供更有效的保护。传统的这种多糖的这个疫苗，糖分子它会把一些重要的这些抗原区域都盖住，诱发出来的抗体反应比较狭隘。变异株如果说那些变异点正好在这些比较狭隘的抗体反应，就会产生无效嘛，不需要的多糖类都去掉，去掉以后，它相对来讲会诱发的免疫反应就更加的全面性。目前所施打的疫苗大多是借由棘突蛋白驱动免疫反应产生抗体。中研院的团队发现，将表面多余的糖剔除，露出更多可供辨认的特征，能够让疫苗更有效地对抗病毒以及其病毒株。现有疫苗的形态做出来的这一些 spike protein， 它的表面上也是覆盖满满的糖，多余不需要的糖去掉之后，附露出更多有效的这一些抗原，免疫系统就更容易去辨识它，特别是对于变异株，它提供的保护力比原本没有去掉糖的大概好2-3倍左右。这项技术已经在美国申请临时专利，中研院的制裁处也已经贴出公告，开放厂商申请技专。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霖、张云田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